人哋話做人千祈唔好做上門女婿。呢句話我用咗足足3年時間去親身體會。成日有個熱度好高嘅問題，男人為咗愛情到底可以去到幾盡？下面有幾萬個回答，有人話可以傾家蕩產，有人話可以遠走他鄉，而我嘅答案係可以收埋自己所有嘅鋒芒同尊嚴，心甘情願咁將自己踩入泥底，任人踐踏，但前提係嗰個女人值得。林莎就係嗰個絕對值得我咁做嘅女人。喺我外母蘇紅嘅眼中，我葉塵連一隻流浪狗都不如。狗見到主人最起碼都識得擺兩下尾，而我喺佢心目中只係一個一無是處、識得嘥米飯嘅廢柴、軟飯王。入籍林家3年，我包辦晒屋企所有家頭細務，洗衫煮飯拖地，換嚟嘅只有無休止嘅冷嘲熱諷。但係我都忍咗，因為今日係林夏26歲嘅生日。為咗呢一日，我提早咗整整1個月準備禮物。嗰係一塊頂級嘅白旗藍沉香，係我一位身家過百億嘅舊朋友死冧爛硬塞俾我嘅。行內人就知道白瓷藍一粒嘅價錢係黃金嘅幾十倍，有錢都未必買得到。我用咗30個夜晚，等林夏瞓咗之後，一個人坐喺露台，一刀一刀親手將佢雕成一支木髮簪。白旗藍嘅香氣淡雅，有安神嘅功效。林夏呢排為咗公司單生兒晚晚失眠，瘦咗成圈，呢支髮簪最啱佢。夜晚6點，我將裝住髮簪嘅絲絨首飾盒遞俾啱啱化好妝出房嘅林夏。哈哈，生日快樂！我望住佢嗰張清麗脫俗但略帶疲態嘅面龐，語氣溫柔。林夏接過個盒，眼神有啲驚訝，隨即擠出一個欣慰嘅笑容。多謝你，葉塵。其實你唔使嘥錢買禮物俾我，你平時送外賣都咁辛苦。佢啱啱打開個盒，仲未睇清楚入面係乜，外母蘇紅把尖酸刻薄嘅聲就由客廳劈頭蓋臉咁傳入嚟。哎呀，我睇下我哋個好女婿今年送啲咩大禮？上年送過幾十蚊嘅保溫杯，今年唔會係送啲2蚊店嘅地攤貨啩？蘇紅一個箭步衝埋嚟，一把由林夏手中搶過個首飾盒。當佢見到入面嗰支木髮簪嗰陣，嫌棄到五官都扭曲晒，好似見到垃圾咁。葉塵，你係咪有神經病啊？今日係夏生日，你送極黑木棒嘅爛木頭，你喺邊個垃圾房執返嚟㗎？一陣惹到啲細菌點算？話都未講完，蘇紅已經將個盒連埋支價值連城嘅白旗藍髮簪毫不留情咁掟入咗垃圾桶。砰一聲，連我個心都有咗一下。媽，你做咩啊？呢個係葉塵嘅心意。林夏皺起眉頭，想彎低身去垃圾桶執，唔准執。蘇紅一把死死拉住林夏隻手，哈哈，你今晚要打扮得靚靚女女，帶埋啲咁嘅垃圾喺身，一陣去到星耀餐廳，俾人睇見真係影衰晒我哋林家。聽到星耀餐廳呢4個字，林夏成個人愣住咗，連我都微微皺咗下眉。媽，星耀餐廳嗰度係全市最頂級嘅米芝蓮3星餐廳，喺地標大廈頂層，淨係最低消費都要5萬蚊一圍，我哋邊有咁多閒錢去嗰度食飯？林夏難以置信咁問。蘇紅得意洋洋咁冷笑一聲，眼神充滿鄙視咁瞥咗我一眼，條頸仰到高一高，哼，靠你身邊呢個廢物，梗係一世都食唔起啦。佢出去送外賣，送到腳斷，都未夠俾嗰度嘅加一服務費。今晚呢餐係趙公子特登為你包辦嘅。趙公子，趙海。林夏臉色瞬間變得好難睇。媽，你點解要聯絡佢？你明知我同佢3年前已經分手，而且當初係佢為咗攀附富家女而劈腿。哎呀，後生仔邊個唔貪玩㗎？人哋趙少爺而家修心養性，接手咗家族生意，身家過億，佢心入面仲有你，知道你今日生日，二話不說就訂咗星耀餐廳最靚，平時要提早半年預約嘅帝王海景包廂。你睇下人哋，再睇下你身邊呢個食軟飯嘅廢柴，你仲想俾佢拖累到幾時？我企喺旁邊，面無表情，但插喺褲袋嘅雙手已經慢慢握緊成拳。趙海，呢個名我點會唔知？3年前林老太爺病重，林家面臨破產危機，林夏最需要人依靠嘅時候，趙海為咗一單生意，毫不猶豫咁將林夏一腳踢開，轉投一個暴發戶個女嘅懷抱。後來
林老太爺臨終前力排眾議，死話要將林夏嫁俾我呢個來歷不明嘅窮小子。呢3年，林夏因為我受盡親戚白眼，而家趙海見林夏間公司有起色，自己又離咗婚，又想拗俾范英返嚟食回頭草。林夏咬住下唇，語氣堅決：我唔去，要食你自己去食。夜晨，我哋返房。林夏，你今日如果唔出呢個門口，我就死俾你睇。蘇紅出動殺手錨，一喊二鬧三上吊，作掣就要喊頭埋牆。林夏一唱孝順，俾蘇紅搞到眼圈都紅晒，左右為難。我望住林夏疲憊又委屈嘅背影，深呼吸咗一啖氣。我行過去，輕輕拍咗拍林夏個膊頭，語氣平靜：哈哈，既然媽想去，我哋就去啦。一餐飯啫，當係去見識下。我陪你。蘇紅冷哼一聲：算你隻狗識相。不過日陳，我警告你，今晚去到星耀，你最好送埋一邊做隱形人，敢出半句聲影衰，趙公子，我即刻打斷你對狗腿。夜晚7點，星耀餐廳位於市中心最高嗰棟地標建築嘅頂層，可以360度俯瞰全城最繁華嘅夜景。蘇紅同林夏坐的士去，而我為咗符合我外賣仔嘅人設，踩住我嗰架2手破爛電動車，喺冷風中慢慢駛向星耀餐廳。冷風吹過我塊面，我不禁抬起左手，喺嗰件洗到甩色嘅豐腴袖口下面，其實收埋咗一隻百達翡麗嘅私人訂製版陀飛輪手錶。呢隻錶全球得3隻，淨係個錶盤嘅價值已經超過半層星耀大廈。我睇咗睇時間，7點15分，距離我同家族3年之約嘅解禁時間仲有45分鐘。3年前，我爺爺全球隱形首富葉氏家族嘅掌道人，為咗考驗我，狠心封鎖咗我所有銀行戶口，沒收咗我所有身份證明，將我掟到呢個2線城市，美其名曰紅塵歷練。老太爺話，未經歷過世間最無情嘅白眼同背叛，就冇資格繼承葉家嗰富可敵國嘅1000億資產。嗰個冬天，我身無分文，發住40度高燒暈，低喺一條臭氣熏天嘅後巷。係啱啱落更嘅林夏發現咗我，佢冇嫌棄我一身污糟，除低自己件羽絨冚喺我身上，仲偷空自己銀包送我入醫院。喺醫院嗰幾日，佢日日放工煲粥過嚟為我。嗰一刻我就發誓，呢個善良嘅女人，我葉陳保佢一世平安，一世榮華富貴。所以當林老太爺睇出我身上隱藏嘅氣息，臨終前提出招贅嗰陣，我順理成章咁點頭答應。3年嚟，我甘心喺林家做牛做馬，受盡屈辱，因為我知道，只要捱過呢3年，我就能將全世界最好嘅嘢，光明正大咁捧到林夏面前。佢到星耀餐廳樓下嘅專屬停車場，周圍停滿晒法拉利、保時捷、勞斯萊斯。我將架爛鬼電動車駁喺一個角落位，一個住制服嘅白車仔即刻衝埋嚟，指住我個鼻狂鬧：喂喂喂，死送外賣嘅，盲㗎，呢度係星耀，你架垃圾車駁呢度，一陣刮花隔籬架保時捷，你買雪都賠唔起啊，死開啦！我冷冷咁望住佢，眼神中不經意流露出狗職嘅上位者威壓。嗰個撲車仔對上我對眼，心底莫名一寒，竟然不由自主咁打咗個冷震，後退咗半步。入塵，哇！你仲真係厚住面皮跟埋嚟啊！一把輕吟、傲慢又充滿嘲諷嘅聲音由大堂門口傳嚟。我轉頭一望，住一身白色阿瑪尼高定西裝，頭髮梳到凌立立嘅趙凱，正喺幾名保鏢嘅簇擁下，似笑非笑咁望住我。蘇紅一見到趙凱，情塊面笑到好似一朵綻放嘅菊花咁，甩開林夏，快步迎上去，拉住趙凱隻手。哎呀，小凱啊，真係辛苦你啦，搞到咁隆重，破費啦。Auntie， 下煞生日，呢啲係我應該做嘅。區區幾十萬，對我嚟講只係散紙。趙海蘭優雅咁笑咗笑，眼神肆無忌憚咁落喺啱啱行埋嚟嘅林夏身上。林夏今日住咗條簡單嘅黑色晚裝，雖然冇帶任何名貴珠寶，但依然掩蓋唔住佢清麗脫俗嘅氣質。趙凱吞咗吞口水，然後將視線轉移到我身上，嘴角勾起一抹極度鄙夷嘅弧度。葉陳，聽講你而家送外賣一個月搵4000蚊，點呀？今晚死跟住嚟星耀，係咪諗住陣間打包啲頭頭尾尾返去加餸啊？哈哈哈哈！
周圍幾個跟住趙凱嘅富二代朋友即刻好配合咁哄堂大笑。趙少，你同個廢柴講咁多做咩？佢連星耀個門口地氈都未踩過啦，一陣入到去分分鐘連刀叉都唔識揸啊！林燦面色鐵青，快步走過嚟，挽住我手臂，瞪住趙凱。趙凱，葉塵係我老公，你再咁講嘢，我哋而家就走。見到林夏竟然護住我，趙凱眼中閃過一絲陰毒，佢表面上裝作大度咁攤開手，下下唔好嬲，我只係同葉兄開個玩笑，大家一場相識，入去啦。記黃包廂，我已經準備好今晚嘅菜單，保證係葉兄呢世人都未見過嘅頂級食材。蘇紅狠狠咁瞪咗我一眼，壓低把聲咬牙切齒咁講：葉塵，你今晚如果咁搞我個 party， 我聽日就逼下下同你離婚。我冇理蘇紅，只係輕輕拍咗拍林夏挽住我嘅手，俾咗佢一個安心嘅眼神。我哋一行人跟住趙凱搭乘專屬透明觀光電梯直上頂層，電梯急速上升。蘇紅企喺玻璃前係咁哇哇大叫，影相打卡，完全忘記咗自己平時扮出嚟嘅貴婦模樣。帝王包廂嘅雙開紅木門一推開，奢華嘅氣息慕面而嚟，巨大嘅水晶吊燈、純金打造嘅餐具、落地大玻璃外面一覽無遺嘅璀璨夜景。趙凱大搖大擺咁坐喺主位，好似一個巡視領地嘅國王。我一聲唔出，揀咗個最角落嘅位置坐低，趁住所有人都在奉承趙凱，冇人為意我。我由風雨袋度攞出嗰部平時只用嚟接外賣單嘅舊款智能電話，墳幕朱咗，上面彈出一條加密短信：發戰人，葉氏家族內務總管李伯，內容：少爺，3年期限將於今晚暫攝點贈。星耀餐廳所屬嘅環球餐飲集團已於10分鐘前被葉氏全資收購完畢，轉入領個人名下。老奴正帶領頂級律師團前往星耀餐廳，隨時聽候少爺差遣。我嘴角咪尾揚起，將電話反轉後喺台面望向窗外嘅夜景。我抬起頭望住正喺度對住林夏大獻殷勤嘅趙凱，同埋笑到見牙唔見眼嘅外母蘇紅。盡情笑啦，盡情跳啦，因為好快你哋就會知道今晚到底邊個先係真正嘅小丑。好戲而家先啱啱開始，你哋信唔信？呢個世界真係有啲人塊面皮厚過城牆，仲要覺得自己高高在上。入到帝王海景包廂，我外母蘇紅個嘴根本就冇合埋過。包廂入面金碧輝煌，頭頂嗰盞水晶吊燈閃到人眼花。落地大玻璃外面就係維港最無敵嘅夜景。但最令我意想不到嘅係，包廂入面竟然已經坐滿咗人。原來蘇紅為咗今晚可以威到盡，偷偷地將林家嗰班極品親戚全部叫晒過嚟，淨係識打麻將輸錢嘅大姨媽，做生意次次蝕本嘅二叔公，仲有幾個平時最中意單打我嘅表姐表妹。呢班人一見到趙凱行入嚟，成班好似見到財神爺咁，連群結隊咁冒上去阿姨奉承。哎呀，小凱啊，幾年冇見，越嚟越有大老闆款啦！大姨媽笑到連面上啲粉都跌緊落嚟。係咯，聽講你間公司啱啱上市，真係年少有為，邊似得有啲人成世人淨係識得揸架爛鬼電單車送外賣。二叔公一邊同趙凱握手，一邊用隻白鳩眼斜視住啱啱行入包廂企喺門口角落嘅我。林夏眉頭緊皺，拉住我隻手行到張大圓台最邊緣嘅位置坐低。我拍拍佢手背，示意佢唔使動氣。3年嚟，呢啲冷嘲熱諷我聽得太多，早就當係狗吠。走過3巡，侍應上齊晒啲頂級海鮮同和牛。趙凱企起身，理咗理佢嗰套阿瑪尼西裝，拍咗2下手掌。包廂嘅雙開大門再次打開，2個住煙美服嘅外籍經理推住一架布滿紅玫瑰嘅小推車，慢慢行入嚟。推車正中間擺住一個黑色天鵝絨嘅首飾盒，喺燈光下顯得特別高貴。全場靜晒，所有親戚對眼都發晒光，伸長條頸望過去。趙凱行到推車前面，攞起個首飾盒，行到林夏身邊，深情款款咁打開。哇！包廂入面頓時響起一陣倒抽涼氣嘅聲音。首飾盒入面靜靜咁躺住一條沾滿南非碎鑽嘅球金網鏈，正中間嗰粒主鑽足足有藍蠔蛋咁大，閃爍住耀眼嘅光芒。趙凱提高8度聲線，確保全場每一個人都聽得清清楚楚。哈哈，
呢條係 Cartier 最新嘅限量版星辰之淚，中間呢粒主鑽有5卡，係我特登託人由南非拍賣行投返嚟嘅，價值120萬。得呢條獨一無二嘅頸鏈先配得起你今日嘅靚。120萬呢個數字一出，班親戚直頭陷入咗瘋狂，大姨媽激動到企起身。120萬，哇！戴住層樓喺條頸度啊！小海你真係大手筆，哈哈！你仲唔快啲多謝趙少？表姐喺旁邊酸溜溜又稅務咁搭嘴，真係好命咯！有人捨得為自己花100幾萬買份禮物。女人啊，最緊要係揀啱男人，揀錯咗就真係成世踎喺坑渠底咯。說話句句有骨，全部都係衝住我嚟。林夏面色一沉，連望都冇望條頸鏈一眼，語氣冷淡：趙海，呢份禮物太貴重，我受唔起，你收返埋啦。哈哈，你同我客氣啲咩？我而家身家過億，100幾萬對我嚟講只係散紙。趙海食咗死貓，面上閃過一絲尷尬，但好快就將矛頭轉向我。佢似笑非笑咁望住坐喺度默默飲茶嘅我，大聲講：下下唔收我嘅心意唔緊要，不如我哋睇下你位好老公今日準備咗咩驚喜俾你。佢慢慢行近我，居高臨下咁望住我：葉兄，你做外賣仔日曬雨淋，一個月得嗰4、5千蚊人工，為咗老婆生日，應該儲咗好耐錢啦，攞出嚟俾大家開下眼界啦。就算係幾十蚊嘅地攤貨，都係一番心意啊嘛，我哋唔會笑你噶。全場嘅目光瞬間集中喺我身上，充滿咗氣數同鄙視。我放低手中國寶級嘅骨瓷茶杯，抽張紙巾印咗印嘴，語氣平靜得好似講緊今日天氣唔錯咁。我準備嘅禮物，頭先喺屋企已經俾外母掟咗落垃圾桶，掟咗落垃圾桶。趙海哥將咁大笑出嚟，蘇紅即刻彈起身，指住我個鼻破口大罵：你仲好意思講？大家評下你，今日查查生日。呢個廢柴竟然送一個黑冚冚嘅爛木頭，唔知喺邊個垃圾站坑渠底執返嚟，我都驚有菌惹到我個女啊！人哋小凱送120萬嘅鑽石，你送格爛柴，你知唔知個醜字點寫㗎？親戚們即刻爆發出一陣震耳欲聾嘅嘲笑聲。爛木頭，哈哈哈，笑死人咩？真係爛泥扶唔上壁，一個男人廢到咁，不如跳海死咗佢算啦！哈哈。你趁早同呢個軟飯王離婚啦，留喺佢身邊，你下半世都要執垃圾噶。趙凱笑到飆晒眼水，佢由厚厚嘅銀包度抽出一張1000蚊紙，行到我面前，輕蔑咁掟喺我面前嘅台面。爛木頭，葉兄，你真係夠晒環保。如果你真係窮到連份似樣嘅禮物都買唔起，你早出聲嘛。呢1000蚊你攞去落樓下精品店買個毛公仔氹下老婆啦。當係我做善事贊助你嘅。嗰張1000蚊紙喺台面飄咗2下，停喺我手邊。我垂下眼簾望住嗰張口口聲聲話價值120萬嘅鑽石頸鏈。我亦家有自己頂級珠寶鑑定團隊，我由細玩到大嘅鑽石比佢食過嘅米仲要多。一眼我就睇得出嗰粒所謂嘅5卡主鑽淨到極差，切割工藝粗糙，根本就係一粒次級嘅碎鑽拼湊而成，市價頂多值10萬蚊。而梳紅燈落垃圾桶嗰支白旗藍沉香髮簪，有錢都買唔到，保守估計市值超過1000萬。拿1000萬嘅絕世珍寶當垃圾，拿10萬蚊嘅次貨當神台貓屎，呢班人嘅眼光真係可悲到極點。夠啦！林夏終於忍無可忍，猛咁企起身，用力將台面嗰張1000蚊紙撥落地。佢雙眼通紅，死死拉住我隻手，對住全場大吼：葉塵送咩俾我，我都中意，就算係一斤木，都係佢親手一刀一刀雕出嚟嘅心意。趙海，你條頸鏈我絕對唔會要。媽，如果你哋再係咁侮辱葉塵，呢餐飯我而家就走。林夏嘅爆發令全場瞬間安靜咗2秒。趙凱面色鐵青，眼底閃過一絲極度嘅陰毒。佢咬緊牙關，雙手握拳，但好快又扯出一個虛偽嘅笑容。哈哈，你唔好嬲，我只係同葉兄開個玩笑啫。好啦好啦，大家食飯食飯。蘇紅狠狠咁瞪咗我一眼，用口型對我講咗2個字：廢物。我反手緊緊握實林夏微震緊嘅手，感受到佢手心嘅冷汗。我抬起頭，目光越過眾人，望上牆上面嗰個精緻嘅復古掛鐘。7點35分，
距離葉氏家族3年封印解除，仲有最後25分鐘，我嘴角勾起一抹極淡，但到冇人察覺嘅冷笑。哈哈，坐低。我拉住佢慢慢坐返低，聲音沉穩有力，帶住一種令人無法抗拒嘅魔力。既然趙少咁有錢，一陣叫走水嗰陣，我哋梗係要好好幫襯下佢，千祈唔好同佢客氣。趙凱聽到我咁講，以為我厚顏無禮，想黐飲黐食，冷笑一聲。好呀，葉兄想飲咩？隨便點，今晚全場我買單。佢根本唔知道，佢呢句說話將會為佢帶嚟一個點樣嘅地甲。你哋見過真正嘅小丑未？喺知乎，好多人問過一個問題：點樣先可以兵不血刃咁摧毀一個扮嘢嘅暴發戶？我通常唔會答，因為真正嘅頂級麗手往往都係以禮物嘅姿態出現。你只需要俾足夠嘅性佢自己就會將自己吊死。星耀餐廳嘅帝王包廂入面，氣氛已經去到最高潮。澳洲 M9 和牛、法國藍龍蝦、俄羅斯頂級魚子港，一道道平時班親戚黎明都未聽過嘅名貴菜式流水咁端上台。大姨媽食到嘴角流油，一邊夾緊塊河牛，一邊舉起隻茶杯，對住趙蟹諂媚咁笑：小凱啊，今晚真係多得你，大姨媽我活咗大半世都未食過咁矜貴嘅嘢。哈薩，跟住你。真係有福氣。二叔公剔住牙附和，係咯，邊似得有啲人成晚淨係識得扒白飯，連刀叉都揸唔穩，真係影衰晒。全場嘅目光又一次落喺我身上。我安靜咁坐喺角落，手裏熟練咁用刀叉切緊一塊牛扒，對佢哋嘅嘲諷充耳不聞。林夏喺台底緊緊捉住我隻手，手心都係汗。咳咳。趙凱見狀，覺得自己威風凜凜。於是趴上手指告黎慧即是應總管 manager 食咁靚嘅扒，點可以冇酒㗎？攞2支8接2年嘅拉菲拉菲過嚟，俾大家漱下口。班親戚一聽8接2年拉菲，即刻雙眼發光，又係一輪馬屁狂拍。我放低刀叉，攞起台面嘅餐巾，輕輕印咗印嘴，用得我同林夏、趙凱3個人先聽到嘅聲量，輕描淡寫咁講咗句：頂級嘅 M9 純血和牛。肉質細膩，油脂豐富，配波爾多左岸咁厚重嘅拉菲，只會完全掩蓋咗和牛嘅鮮甜。真係暴殄天物，有錢都未必識得食。我嘅聲線唔大，但喺相對安靜嘅包廂入面，偏偏清晰無比。趙凱面色一變，好似俾人踩中條尾咁彈起。葉塵，你講咩話？你一個死送外賣嘅，識條鐵咩？你連呢塊嘅招牌都未見過啦，喺度同我拾書包。蘇紅亦都指住我大鬧：廢物，你收聲啦！有得你食仲嫌3嫌4。我冇理蘇紅，只係微微抬眼，似笑非笑咁望住趙凱。我係唔識，不過我聽啲有錢客人講，真正懂酒嘅頂級富豪食呢種級數嘅和牛，通常會配勃艮第嘅羅曼尼康帝。當然啦，嗰啲酒太貴，趙少你啱啱創業，慳住啲使都係啱嘅。8接2年拉菲提，夠啦夠啦！你話邊個慳住使？趙凱最受唔住就係俾人話佢窮，尤其係俾我呢個廢柴睇唔起佢，男人的自尊心瞬間爆炸，雙眼通紅咁對住個總管大吼 ：Manager 聽到未？唔要啦 ，Fight！攞你哋餐廳最貴嘅 Romaney Conti 出嚟，要年份最好嗰隻。外籍總管愣咗一下，行前一步，微微鞠躬，用流利嘅中文提醒趙先生：我哋酒窖確實珍藏咗3支2005年嘅 Romaney Conti 特執園。但係呢個年份極其稀有，單支售價係88萬港紙，請問您確定要開嗎？88萬一支，包廂入面頓時死一樣寂靜，連大姨媽手入面塊龍蝦肉都跌咗落碟度。趙凱聽到個價錢，眼角明顯抽搐咗一下。88萬一支，3支就係260幾萬，就算佢而家間公司上市，100幾萬嘅現金流對佢嚟講都絕對唔係一小筆數目。我喺旁邊輕嘆一聲。唉，我就話趙少慳家噶啦，總管唔好難為趙少啦，隨便攞支幾百蚊嘅紅酒算啦，大家一樣咁開心。你同我收聲！趙凱俾我呢句激將法，徹底沖昏頭腦。喺林夏面前，喺咁多親戚面前，佢點可以認縮？佢咬牙切齒咁由銀包抽出一張黑色嘅白金信用卡，拍喺台面。開，3支全部同我開晒佢。本少爺有嘅係錢。總管見狀，
即刻點頭退下。唔夠10分鐘，3支醒好嘅頂級 Romanée-Conti 就端咗上台，暗紅色嘅酒亦倒入水晶杯，散發住迷人嘅玫瑰同香料氣息。班親戚小心翼翼咁端起酒杯，好似捧住聖水咁，每飲一啖都發出擴張嘅讚嘆聲。哇，88萬一支嘅酒真係唔同啲，飲落去直頭覺得個人都升仙啊！二叔公面色紅潤咁大叫，趙楷特登端住酒杯行到我面前，居高臨下咁冷笑：太空點啊？聞到陣味未啊？呢杯酒你送一世外賣都買唔起一滴，今日算你好彩，俾你見識下咩叫真正嘅上流社會。我冇理佢，只係抬起手腕睇咗一眼隱藏喺袖口嘅百達翡麗。晚上7點55分，好戲終於要上場。飯局接近尾聲，包廂門被推開，餐廳經理親自拿住部 POS 機同行單行入嚟，面帶職業微笑：趙先生，您好，今晚嘅消費包含3支 Romanée-Conti 特級園、頂級海鮮套餐以及加一服務費，總共係312萬5千蚊。請問你係碌卡定係點？312萬呢個天文數字一出，蘇紅同班親戚全部嚇到屏住呼吸。呢度食一餐飯，食咗佢哋幾層樓首期。趙楷雖然心痛到低潮，但為咗面子，佢依然強裝鎮定，豪氣咁將嗰張黑卡遞俾經理。碌卡冇密碼。經理雙手接過卡，喺 POS 機上輕輕一碌，跌，交易失敗，餘額不足或卡片異常。POS 機冰冷嘅機械聲喺安靜嘅包廂入面顯得格外刺耳。趙凱面色一變，點可能？我呢？張卡又冇8萬額度，你部機係咪壞咗？經理保持住微笑，趙先生，我哋嘅機器運作正常，可能係您嘅發卡銀行有單不限額，不如你換另一張卡試試。趙凱額頭開始冒汗，佢急急忙忙由銀包抽出另一張金卡遞過去。的，交易失敗，該卡已被凍結，再揾一張。的，交易失敗，連續3張卡全部錄唔過。趙凱嘅面色由紅變白，再由白變青，成個人好似由水度撈出嚟咁，冷汗直冒。佢手震震咁攞起電話打俾銀行客服，開咗免提。電話嗰頭傳來客服冷冰冰嘅聲音：對唔住，趙先生，您名下嘅公司剛剛被全面收購，您所有嘅個人同公司窗戶已被臨時凍結清算，您現在嘅可用餘額為0。哼！趙凱個腦好似俾雷劈中咁。電話啪一聲跌落地下，破產凍結，點可能？10分鐘前佢仲係億萬富翁，點解一眨眼咩都冇晒？包廂入面嘅親戚見到呢個情景，全部面面相尋，大氣都唔敢透。蘇紅塊面更加係黑過鑊底，經理嘅笑容開始收斂，語氣變得嚴肅：趙先生，請問您仲有其他付款方式嗎？如果冇，我哋可能要報警處理霸王餐。趙楷徹底慌咗。眼角餘光突然掃到坐喺角落神態自若嘅我，佢就好似捉住最後一條救命稻草，又或者係想拉多個人落水。佢突然發癲咁指住我，大叫：葉塵，你頭先唔係好威嘅咩？你唔係話要幫襯我點走咩？今日係你老婆生日，你作為老公，呢餐飯理所當然應該由你埋單。佢行埋嚟，將份賬單狠狠掟喺我面前。你俾啊？你唔係好識走咩？300萬，你攞出嚟啊！死窮鬼！全場嘅親戚見風轉舵，為咗唔好惹壓上身，即刻將矛頭指向我。蘇紅大叫：係啊，葉塵，下下係你老婆，你俾錢天經地義，你使出去嘅借大耳窿都同我搞掂佢。林茶氣到渾身發抖，護喺我身前：趙凱，你真係冇欺啦，酒係你點嘅，威係你請嘅，而家冇錢埋單就屈葉塵，大不了我哋報警。我輕輕將林夏拉到身後，慢慢企起身。我整理了一下身上嗰件洗到發白嘅風呂，目光平靜咁受過趙凱、蘇紅同埋嗰班醜態百出嘅親戚。我抬頭望上牆上嘅掛鐘，秒針滴答滴答，終於指針跳到咗正上方。晚上8點正，3年之約正式解除。我望住趙凱嗰張氣急敗壞嘅臭惡嘴臉，嘴角終於揚起一幕真正嘅冷笑。300萬，好平啫。我淡淡咁開口，聲音不大，卻帶住一種不容置疑嘅霸氣。
趙海呆咗，蘇紅呆咗，全場所有人都呆咗。就在呢個時候，包廂外面突然傳來一陣密集而整齊嘅腳步聲，連地板都微微震動緊。300萬，好平啫。當我講出呢句話嗰陣，包廂入面嘅空氣好似凝固咗一樣，足足靜咗3秒鐘，跟住爆發出一陣震耳欲聾嘅狂笑聲。哈哈哈哈，我冇聽錯啊嘛！佢話300萬好平，大姨媽笑到連眼淚都飆埋出嚟，指住我狂笑。葉塵，你係咪送外賣送到個腦壞咗啊？你知唔知300萬係幾多個零啊？你14都轉唔到呢個數啊！二叔公亦都猛咁搖頭，一臉鄙視，真係唔知醜，死到臨頭仲喺度發白日夢。哈哈，你睇下你嫁個咩人？冇錢唔緊要，最慘係個腦有問題，仲有妄想症。趙海原本因為信用卡被凍結，又收到破產警告電話而面如死灰，但係聽到我呢句話，佢突然好似揾到個發洩落台階咁，成個人彈咗起身。佢心入面認定頭先個電話一定係銀行系統故障，或者係對手惡作劇。畢竟佢間公司吸日先啱啱傾妥一筆大融資，點可能話破產就破產？佢行到我面前，居高臨下咁避住我，眼神充滿咗怨毒同輕蔑。葉塵，我真係好佩服你嘅厚面皮。趙海由佢嗰套名貴嘅阿瑪尼西裝內袋度，慢慢抽出一份早就準備好嘅文件，仲有一張支票。啪一聲，佢將呢兩樣嘢狠狠咁拍喺我面前嘅台面度。我微微垂下眼簾，數咗一眼，最上面嗰份文件白紙黑字寫住5個大字：離婚協議書。而也喺文件上面嘅係一張大新銀行嘅現金支票，金額寫住港幣50萬元正。趙凱雙手撐住台面，成個身傾前，用一種施捨喜儀嘅語氣對我講：葉塵，大家男人老狗，我就打開天窗講亮話，你呢種坑渠底嘅老鼠，根本俾唔到幸福下下。呢3年你喺林家白食白住，都算賺夠啦。而家簽咗呢份離婚協議，呢50萬就係你嘅。佢頓咗一頓，指住企喺旁邊面色難睇嘅餐廳經理，冷笑一聲：你頭先唔係話300萬好平咩？好啊，只要你肯簽字，將下殺還返俾我，我即刻打電話叫我財務總監過數，幫你填咗呢300萬嘅坑，仲俾多50萬你做安家費。如果你唔簽，哼，經理，麻煩你即刻報警，話有人食霸王餐，涉案金額高達300萬，足夠佢喺赤柱坐10年8年。呢一招叫做圖窮匕見。趙海由一開始搞呢場生日宴，就冇諗過只係單純食餐飯，佢嘅最終目的就係要喺所有人面前用錢、用權勢、用恐懼徹底摧毀我嘅尊嚴，逼我將林夏拱手相讓。蘇紅一見到張50萬嘅支票，對眼又發晒光，佢一個箭步衝過嚟，一把將支票連埋支筆塞入我手度，破口大罵：葉塵，你仲喺度猶豫啲咩？50萬啊！你執幾世紙皮都執唔到呢個數啦！你嗱連同我簽咗佢，然後即刻同我搞出星耀餐廳，你唔好累死我哋下下，更加唔好累死我哋林家啊！親戚們亦都七嘴八舌咁開始幫腔，每個人嘅嘴臉都醜陋到極點。係啊，葉塵，做人要識趣，你霸住下下都冇用噶，你俾到啲咩佢？人哋趙少有情有義，仲肯出50萬擺斷你，你真係執到啦！快啲簽啦！唔通你想連累我哋一齊俾差佬拉咩？我哋可冇錢幫你埋單啊！面對住千夫所指，面對住趙凱得戚嘅笑容，我依然坐喺度，連眉毛都冇喐一下。我低頭望住嗰份離婚協議，嘴角勾起一抹嘲諷。喺知府，好多人問過一個問題：當所有人都逼你放棄你最珍視嘅嘢嗰陣，你應該點做？我嘅答案係將佢哋全部踩落腳底。啪！突然，一隻白滑而微微震緊嘅手伸咗過嚟，一把將台面嗰份離婚協議書搶走。林夏眼眶通紅，淚水喺眼眶入面打轉，但佢嘅眼神卻前所未有咁堅定。撕啦！清脆嘅撕紙聲喺包廂入面響起。林夏當住所有人嘅面，將嗰份離婚協議書撕成2半，然後再撕成碎片，狠狠咁掟喺趙海塊面上。趙海，你收起你啲臭錢！林夏咬牙切齒咁口出嚟，把聲因為極度憤怒而有啲沙啞。我林夏就算窮到要去街邊乞食，就算要同葉塵一齊去坐監，我都絕對唔會要你1分1毫，更加唔會同葉塵離婚。
你以為有錢就可以買起所有嘢咩？你令我覺得噁心。紙碎好似雪花咁飄落喺趙凱塊面上，佢嘅笑容瞬間僵硬，塊面青一陣白一陣，難睇到極。哈哈，你係咪黐線㗎？蘇紅嚇到尖叫出嚟，想佢拉林夏，你護住呢個廢柴做咩啊？你想激死阿媽咩？我慢慢企起身，輕輕將林夏拉入懷中，我感覺到佢成個身都喺度震，但佢依然死死咁擋喺我前面，就好似3年前喺嗰條冰冷嘅後巷入面，佢用自己單薄嘅身軀為我擋風一樣。夠啦，我葉塵嘅女人，3年嚟受嘅委屈已經夠多啦。今日開始，我唔會再俾任何人令佢流一滴眼淚。我伸出2隻手指，輕輕夾起台面嗰張50萬嘅支票。50萬，我望住支票，再望上趙凱，眼神好似睇住一隻勇耳。趙少，你真係好大方，用50萬就想買起我葉塵嘅老婆？點啊？嫌少啊？趙凱強忍住怒火，面目猙獰咁冷笑。葉塵，你唔好敬酒唔食食罰酒，你而家連300萬嘅飯錢都俾唔出，你有咩資格喺我面前扮清高？我話俾你知，今日你簽又要簽，唔簽都要簽。我將張支票舉到半空，然後喺所有人驚訝嘅目光中，我雙手一扯，撕啦！嗰張寫住50萬嘅現金支票被我無情咁撕成2截。我隨手將廢紙掟落垃圾桶，語氣平靜得令人心寒。你張支票同你個人一樣，都係廢紙一張，因為由10分鐘之前開始，你趙凱已經係一個身無分文嘅破產人士。你講咩？趙凱好似俾人踩中死穴咁大好，雙眼瞪得老大。我話，我行前一步，強大嘅氣場瞬間籠罩整個包廂，逼到趙凱不由自主咁後退咗半步。300萬好評，因為呢間星耀餐廳包括成個環球餐飲集團，而家都係我嘅。靜，死一樣嘅寂靜。緊接住係蘇紅同班親戚爆發出更慌張、更瘋狂嘅嘲笑聲。黐線，真係黐線，佢癲咗啊！買低星耀餐廳，哈哈哈！你估你係邊個啊？香港首富啊！報警，經理，快啲報警拉呢個癲佬啦！就連林夏都驚訝咁望住我，輕輕拉住我衣袖。葉塵，你講咩啊？趙凱笑到飆晒眼水，指住我個鼻大鬧：葉塵，你真係唔見棺材唔流眼淚。好，既然你話間餐廳係你嘅，你叫老闆出嚟啊！你叫得喐，我趙凱今日喺呢度跪低同你斟茶認錯。我冇理佢嘅叫囂，只係將目光投向包廂嗰2扇厚重嘅紅木大門。我聽到啦，嗰陣由遠至近整齊劃一嘅皮鞋踩地聲，唔係2-3個人，而係幾十個人，步伐一致，帶着一種令人窒息嘅壓迫感，正朝住帝王包廂步步逼近。餐廳經理原本想打電話報警，但聽到門外嘅動靜，亦都停咗低，面露疑惑。砰一聲巨響，包廂嘅紅木大門被人由外面一腳猛然踹開，2扇大門狠狠咁撞落牆度，震到天花板嘅水晶燈都搖晃緊。趙凱嚇到成個彈起，邊個咁大膽？佢句說話仲未講完，就硬生生卡喺喉嚨度，因為大門外面企滿咗2排住黑色西裝、戴住墨鏡、身材魁梧嘅頂級保鏢。佢哋一字排開，將成個走廊封鎖得水泄不通。包廂入面嘅親戚全部嚇到面無血色，蘇紅更加係縮到台底，大氣都唔敢透。緊接住喺2排保鏢嘅簇擁下，一個滿頭銀髮、住一套剪裁極其考究嘅英式燕尾服嘅老人家，拄住一支簽有紅寶石嘅拐杖，帶住4個住頂級定製西裝嘅金牌律師，滾滾行入包廂。老人家嘅眼神銳利如青，不怒自威，舉手投足之間都散發住一種只有經歷過100年沉澱嘅真正歐洲貴族先有嘅氣質。趙凱一見到呢個老人家，先係一愣，跟住好似認出咗啲咩，雙眼猛然發光。佢以為呢啲大人物係嚟餐廳食飯行錯房，又或者係因為自己間公司啱啱上市，有超級大財團嘅人嚟揾佢合作。佢即刻整理了一下自己嘅西裝，換上一副最胎眉、最卑微嘅笑容，成隻哈巴狗咁迎咗上去。哎呀，呢位老先生，您好，您好，我係趙氏集團嘅總裁趙凱，唔知您？趙凱伸出雙手想去握手，但係老人家連眼角都冇望佢一眼。
旁邊一個乞衣保鏢面無表情咁行上前，好似撥開一擊垃圾咁，一把將趙凱狠狠推開。趙凱腳步一浮，成個人跌坐喺地下，極度狼狽。老人家無視所有人驚恐嘅目光，徑直穿過包廂，一步一步行到我面前，然後喺全場所有人，包括林夏難以置信嘅目光中，呢位氣勢撲人嘅老人家，雙手拄住拐杖，對住我，深深咁彎下咗腰，鞠咗一個標準嘅90度大躬。老人家把聲洪亮而激動，喺整個包廂入面回蕩。少爺，3年紅塵歷練已滿，老奴李白奉老太爺之命，恭迎葉氏家族唯一繼承人回家。呢把洪亮嘅聲音夾雜住幾分激動同敬畏，喺金碧啟煌嘅帝王包廂入面來回震蕩。1秒、2秒、3秒，成個世界好似被人枕咗靜音掣，冇人出聲，冇人喐動，連大氣都冇人敢透一啖。癱坐喺地下嘅趙凱，對眼凸到好似金魚咁，嘴巴張大到可以塞入一個拳頭。佢望望一身貴族氣派嘅李白，又望望企喺度神態自若嘅我，大腦徹底當機。喺台底縮成一近嘅外母蘇紅，面色已經由青轉白，成個人震到好似開咗摩打咁，連台面啲碗碟都俾佢震到叮叮作響。至於嗰班頭先仲口沫橫飛，對我極盡挖苦嘅親戚大姨媽、二叔公，個個好似俾人點咗穴咁，手入面嘅刀叉跌落地下都唔覺意。葉塵，身後傳來一把微弱又震抖嘅聲音。林夏鬆開咗一直死死拉住我衣袖嘅手，佢雙眼充滿住極度嘅震驚同陌生，好似第一次認識我咁望住我。佢哋叫你咩？也是家族繼承人。我轉過身望住寧夏嗰雙通紅嘅眼，心入面一軟。我伸手輕雅幫佢撥開額頭前嘅亂髮，語氣溫柔到極點。哈哈，唔好驚，我講過，由今日開始，呢個世界冇人可以再俾面色你睇，更加冇人可以逼你做你唔想做嘅事。假㗎！突然一聲好似尋豬咁嘅尖叫聲打破咗包廂嘅死寂。趙凱由地下爬起身，頭髮散亂，原本不挺嘅阿瑪尼西裝而家走到成輯菜咁。佢雙眼充滿紅筋，指住我同李伯狂笑，笑到連眼淚都飆埋出嚟。哈哈哈哈！葉塵，你真係好嘢，我差啲俾你十疾啊！趙凱好似癲咗咁指住門口嗰排黑衣保鏢，你以為你喺橫店請班茄喱啡返嚟，着套黑西裝戴副墨鏡，再揾個鬼佬老坑扮管家就可以嚇到我做海？你當我3歲細路呀？趙凱越講越激動，甚至行前2步想扯李博件燕尾服。仲有你個死老嘢，做戲做全套吖嘛？你知唔知辦葉氏家族嘅人係咩下場？葉家係全球隱形首富，資產過萬億。你話呢個成日幫我洗廁所嘅死窮鬼係葉少？我呸！你收咗佢幾多錢出場費啊？500定1000呀？喺知乎，前日有人話你永遠叫唔醒一個扮瞓嘅人，同樣。你永遠都無法令一個極度自卑又自大嘅暴發戶瞬間接受佢一直踩喺腳底嘅爛泥，其實係佢10世都高攀唔起嘅神明。面對趙凱嘅癲狂，李伯連正眼都冇望佢一眼，眼神冷漠得好似睇住一堆不可回收嘅垃圾，根本唔使李博開口。旁邊一個身高近2米、呈座鐵塔咁嘅外籍保鏢已經一步踏出，佢連多餘嘅動作都冇，只係隨手一揮，啪一聲巨響。趙凱成個人好似斷線風箏咁飛咗出去，重重咁撞落包廂嘅牆角，嘔出一大啖血，半邊面瞬間碎到好似豬頭咁。放肆！咁對管家大人不敬，對少爺無禮，死罪！保鏢用生硬嘅中文冷冷咁切出一句，殺氣騰騰。親戚們嚇到尖叫，蘇紅更加係雙手抱頭，連眼淚都唔敢流。趙凱趴喺地下，痛到縮成一隻蝦米，但把口依然死撐。打人！你哋咁打人，我要報警！你班茄喱啡死梗啦！餐廳經理呢？經理！就在呢個時候，包廂外面突然傳來一陣連綿不絕嘅巨大蜂鳴聲，嗡嗡嗡，聲音越嚟越大，大到連包廂嘅玻璃都跟住震動。你哋睇出面！二叔公指住落地大玻璃，嚇到聲都變埋。所有人將目光投向窗外。星耀餐廳位於市中心最高嘅地標建築頂層，而家喺幾百米高空嘅大玻璃窗外，竟然攜停住整整5架阿帕奇級別嘅重型私人直升機。
直升機上嘅超高強度探照燈齊齊打亮，幾道刺眼嘅白色強光穿透玻璃，直射入包廂，將原本昏暗有情調嘅帝王包廂照得如同白真一樣。巨大嘅螺旋氣流打喺玻璃上，發出令人心悸嘅壓迫感。天呀！大姨媽行埋窗邊往下望，雙腳一軟，直接跪咗喺地毯上。透過玻璃俯瞰，原本車水馬龍嘅市中心主幹道，而家竟然完全清空。由街頭到街尾，足足幾公里長嘅路段已經被全面封鎖。清一色掛住連號車牌嘅黑色勞斯萊斯幻影，好似一條黑色巨龍咁，靜靜咁停喺星耀大廈嘅樓下。數以百計住黑西裝嘅保鏢，已經將成棟大廈圍到水泄不通，連一隻烏狸都飛唔入。直升機護航，勞斯萊斯封街，呢種只會喺荷里活電影或者頂級財閥出行先會出現嘅震撼畫面，活生生咁上演喺呢班市退親戚嘅面前。趙凱望住窗外嗰幾架直升機，面色終於由癲狂變成了極度嘅恐懼。佢把口微微張開，渾身發抖。唔可能，呢啲點可能係請演員？租一架直升機都有幾十萬，封街，政府點會俾你封街？我慢慢行到落地玻璃前，背對住眾人，俯瞰住腳下璀璨嘅城市燈火。3年啦，我終於可以挺直條腰，造反我葉塵自己。李白，我淡淡開口，老奴喺度，少爺請吩咐。李白微微欠身，態度恭敬到無以復加。我唔想再聽到狗吠。李博點點頭，轉身對住身後嗰4個戴住金絲眼鏡、提住公事包嘅律師打咗個手勢。首席大狀行出嚟，由西裝內袋攞出一張重金名片，輕輕放喺趙凱面前嘅台面上。趙先生，容我自我介紹，我係環球紅圈律師事務所嘅首席合夥人，亦係葉氏家族嘅專屬法律顧問張明乾。趙凱見到名片上環球紅圈4個字，倒抽一口涼氣。呢間係全球最頂級嘅律所，入面是但一個實習生都係名校學霸。首席合夥人嘅諮詢費係以每分鐘美金計算嘅。請演員，邊個請得起張明乾做演員？張律師打開公事包，攞出一疊厚厚嘅文件，語氣冷漠得毫無感情。第一，關於星耀餐廳所屬嘅環球餐飲集團，已於15分鐘前由葉氏家族全資收購，並過戶至葉塵少爺個人名下，即係話由呢一刻開始，呢間餐廳少爺話事。第二，關於趙氏集團，趙氏集團昨日剛達成嘅3億融資案，背後嘅資金方正是葉氏旗下嘅風投公司。就在10分鐘前，少爺下達指令撤回所有資金，並啟動對趙氏集團嘅債務清算程序。你頭先幾張信用卡被凍結，只係第一步。由聽日開始，你將會面臨超過5億嘅息約金同債務，你名下所有房產、車輛將被即時查封。趙凱晴個人徹底崩塌，腦海入面最後一絲動搖被碾壓得粉碎。5億債務，佢唔單止破產，仲要孭上一世都還唔清嘅巨債。點解會咁？趙凱失魂落魄咁喃喃自語。我轉過身，居高臨下咁望住佢。我頭先已經講過，你張支票同你個人一樣，都係廢紙一疊。我行到李博面前，李博雙手捧住一份稀經封皮嘅文件夾，恭恭敬敬咁遞俾我。少爺，呢份係老太爺親自擬定嘅1000億資產繼承協議，只要您簽個名，全球127間跨國企業、瑞士銀行嘅無限日黑卡以及葉家家主嘅信物，全部歸您所有。我接過文件夾，冇急住打開，而係轉頭望向角落度已經嚇到失魂落魄嘅蘇紅，同埋嗰班口啞啞嘅親戚。外母，你頭先唔係話我連星耀嘅加一服務費都俾唔起咩？我嘴角勾起一抹嘲諷嘅冷笑。而家我買起咗成間星耀，你哋仲有咩指教？全場鴉雀無聲，只有窗外直升機嘅螺旋湍聲無情咁拍打住每一個勢利眼嘅靈魂。喺知乎，我見過一句好經典嘅說話：喺呢個世界，金錢同權力係最好嘅卸妝水，可以1秒鐘照出所有人嘅妖魔鬼怪原形。今晚我算係徹徹底底咁見識到啦。包廂入面依然死寂一片，我手裏拿住嗰份象徵住1000億帝國權力嘅黑金繼承協議，
冷冷咁望住眼前呢班平時高高在上，而家卻嚇到腳軟嘅親戚。就在呢個時候，包廂門外又傳來一陣極度急促嘅腳步聲，伴隨住保鏢嘅放行聲，一個肥胖嘅中年男人滿頭大汗，連滾帶爬咁衝咗入嚟。呢個男人一出現，原本已經面如死灰嘅趙凱，對眼突然又閃過一絲希望嘅光芒，因為來人唔係普通人，而係星耀餐廳嘅真正幕後老闆，本市赫赫有名嘅餐飲界大亨黃耀祺，黃總。黃總平時出入都係前呼後擁，風光無限，但今日嘅佢竟然係喺件名貴瓊濕褸入面住住一套真絲睡衣。好明顯，佢係喺屋企瞓緊覺嗰陣，被一個極度恐怖嘅電話直接扯起身，連衫都唔切換就狂奔過嚟。黃叔叔，黃叔叔救我！趙凱好似見到救星咁，不顧一切咁冒過去，抱住黃耀祺跳大髀。呢班人係黐線㗎，佢哋喺你嘅地頭打人，仲屈我破產，話買起咗你間餐廳，你快啲叫保安拉佢哋啦！趙凱心諗，黃耀祺身家幾十億，喺本市黑白兩道都食得開，點會容忍有人喺佢嘅頂級餐廳度生事？點知黃耀祺根本連望都冇望趙凱一眼，佢滿頭大汗，雙眼喺包廂入面狂掃。當佢見到一身燕尾服嘅李白，再見到眾星拱月般企喺正中間嘅我，嗰陣佢成個人猛然一震，緊接住喺全場親戚同趙凱不可思議嘅目光中，堂堂餐飲大亨黃耀祺竟然毫不猶豫咁雙膝一軟，直接跪咗喺我面前。砰一聲混響，黃總嘅頭重重咁撻喺名貴嘅波斯地毯上，把聲震抖到幾乎走音。葉少，小人黃耀祺拜見葉少，多謝葉氏家族厚愛，1000億收購資金已經喺5分鐘前全數打入我嘅海外窗戶。由呢一秒開始，星耀餐廳連同環球餐飲集團旗下所有產業全部歸葉少你所有。小人辦事不力，驚動咗少爺大駕，罪該萬死。如果話頭先李白嘅出現只係一顆炸彈，咁而家黃耀祺嘅下跪就係一場12級大地震。1000億收購資金，5分鐘到帳。呢啲天文數字已經完全超出咗蘇紅同班極品親戚嘅認知範圍。大姨媽眼白一反，差啲暈低；二叔公手摸住胸口，好似隨時會心臟病發。趙凱呆若木雞咁跪喺地下，雙手仲保持住抱住黃耀祺大髀嘅姿勢。佢結結巴巴咁開口：黃叔叔，你係咪認錯人啊？佢叫葉陳，係林家嗰個送外賣嘅廢物最細啊！佢點可能係咩葉少？我小你老母！黃耀祺聽到趙凱仲敢對我不敬，嚇到三魂唔見七魄。佢猛然轉身，一巴掌狠狠咁刮落趙凱塊面度，啪！呢一巴掌打得直中，直接將趙凱打到嘴角流血，連牙都飛咗2隻出嚟。黃耀祺指住趙凱破口大罵：你算咩東西？竟然敢叫我叔叔！你個死仆街，想死唔好拉埋我落水！葉少乃係全球首富葉氏家族嘅唯一繼承人，莫講話我一間星耀餐廳，就算少爺想買起成個香港，都只係一句說話嘅事。你竟然敢對葉少無禮！趙凱成個人被打懵咗，捂住早起嘅半邊面，終於意識到眼前發生嘅一切唔係做戲，更加唔係發夢。佢趙凱為咗喺前女友面前威風，竟然惹到一個連本市大亨都要跪低舔鞋底嘅恐怖存在。葉少，我知錯啦！趙凱嘅心理防線徹底崩塌，佢顧唔得滿嘴鮮血，啱轉身對住我狂叩頭。葉少，係我有眼不識泰山，係我犯賤，求你高抬貴手，放過我間公司啦！我仲有幾百個員工要養，我阿媽仲喺醫院，求你當我係一篤狗屎，放我一馬啦！我冷冷咁望住地下，好似喪家犬一樣嘅趙凱，將手中嗰份黑金繼承協議遞俾李白。李白恭敬咁遞上一支純金打造嘅派克鋼筆，我接過鋼筆，喺繼承協議同星耀餐廳嘅轉讓書上，龍飛鳳舞咁簽低葉陳2個字。3年，我淡淡咁開口，聲音不大，但每一個字都好似重錘咁敲喺趙凱心上。你知唔知呢3年林夏受咗幾多委屈？你頭先攞50萬出嚟叫我離婚嗰陣，有冇諗過放我一馬？我將鋼筆掟喺台面，轉頭對住保鏢隊長下令，將呢件垃圾拖出去。
通知全球所有葉氏旗下嘅產業，將趙蟹同佢家族列入永久黑名單。我要佢喺呢個地球上連一個立足之地都冇。係，少爺。兩名如狼似虎嘅外籍保鏢即刻上前，一左一右架起趙海。趙海發出絕望而犀利嘅慘叫，唔好呀葉少。哈哈，哈哈，你幫我求下情啦。哈哈，林夏別過頭，連望都唔想望佢一眼。保鏢毫不留情，好似拖死狗咁將趙海拖出咗包廂。砰一聲關上大門，隔絕咗佢嘅慘叫聲。包廂入面再次恢復平靜，但係氣氛卻變得無比詭異，因為真正嘅變臉大戲而家先啱啱上演。我轉過身，目光掃過縮喺角落嘅蘇紅同嗰班親戚，佢哋接觸到我嘅眼神，全體不由自主咁打咗個冷震。幾秒鐘嘅死寂之後，外母蘇紅突然哎呀一聲，以百米衝刺嘅速度目過嚟，佢面上嗰種刻薄同鄙視已經蕩然無存。取而代之嘅係一種體味到令人作嘔嘅極致熱情。哎呀，我嘅好女婿啊！蘇紅笑到成塊面啲皺紋都擠埋一齊，想伸手捉住我隻手，但被旁邊嘅保鏢冷冷咁一擋，只能尷尬咁搓住雙手。我就話噶啦，我第一眼見到陳晨你就覺得你天庭譜滿，地閣方圓，絕對係人中之龍。嗰個咩趙海同你比簡直就係坑渠老鼠。下下嫁俾你，真係我哋林家百世修來嘅福氣啊！我嘴角抽搐咗一下，真係差啲笑出聲。5分鐘前仲話我係連狗都不如嘅廢物，而家就變咗人中之龍。大姨媽亦都唔甘示弱，即刻行上前附和。係咯係咯，我平時打牌嗰陣成日同啲師奶講，我哋林家個女婿雖然低調送外賣，但其實係體驗生活，將來一定大把世界。晨晨啊！你頭先真係威水啦，買起成間星耀餐廳，大姨媽一直都好睇好你噶。二叔公更加係變臉大師，佢拄住拐杖，義正辭嚴咁指住門口。嗰個趙海真係唔識死，竟然敢喺葉少面前扮大袋。陳陳，你放心，二叔公聽日就叫全家同趙家斷絕來往。對啦，陳陳，你而家接手咗家族生意，二叔公間貿易公司最近資金有啲緊。你睇下係咪可以？表姐表妹更加係雙眼發光，恨不得成個人貼上嚟。姐夫，你真係好型啊！你身邊仲有冇啲好似你咁有錢嘅單身朋友啊？介紹俾我哋識啊！望住呢班醜態百出嘅親戚，我心入面只覺得一陣悲哀同極度嘅反胃。人為財死，就為食亡。喺千億財富面前，尊嚴同臉皮對佢哋嚟講根本一文不值。我冷冷咁望住蘇紅，語氣冇帶一絲溫度。外母，你頭先唔係叫我簽字離婚，即刻影出呢間餐廳咩？蘇紅面色一僵，隨即用手輕輕打咗自己一巴掌，陪笑住話：哎呀，阿媽頭先係同你講笑㗎咋，試探下你對夏夏嘅真心啊嘛。你睇你咁大個老闆，仲同阿媽計較啲咩？我冷笑一聲，向前踏出一步，逼視住佢。好女婿，頭先你將我親手丟俾夏夏嘅白旗南髮簪掟落垃圾桶嗰陣，你有當過我係你女婿？蘇紅愣住咗。咩白旗南？李博喺旁邊冷冷咁補上一刀。少爺送俾少奶奶嗰支髮簪係用頂級白旗南沉香大師級手工雕刻而成，按照目前國際拍賣行嘅市價，保守估計價值1500萬港幣。蘇女士，你親手將一棟別墅掟咗落垃圾桶。1500萬！蘇紅尖叫一聲，相認一番，今次係真係頂唔順呢個刺激，直接暈死咗過去。包廂入面頓時亂作一團，班親戚手忙腳亂咁幫佢押人中。我冇理會呢場鬧劇，轉過身行到由頭到尾都處於震驚狀態嘅林夏面前。我伸出手，緊緊握住佢冰冷嘅雙手，眼神中嘅冰冷瞬間化為無盡嘅溫柔。夏夏，對唔住，慢咗你3年。走，我帶你回家。喺知乎有人問過一個好浪漫嘅問題：如果你突然之間擁有咗全世界嘅財富，你第一件想做嘅事係咩？以前我冇答案，但係今晚拖住林夏嗰雙冰冷但又布滿薄汗嘅手，我個腦入面只有一個念頭：我要帶佢走，離開呢個充滿銅臭同虛偽嘅垃圾堆。對唔住，慢咗你3年。
走，我帶你回家。我冇理會包廂入面仲喺度夾住蘇紅人中急救嘅親戚，更加冇理會大姨媽同二叔公嗰啲假惺惺嘅挽留聲。我拖住林夏，頭也不回咁轉身行出帝王包廂。少爺，呢班人點處置？李白喺身後恭敬咁請示，我腳步都冇停，淡淡咁默低一句，將佢哋全部趕出星耀。由今日起，環球集團旗下所有產業禁止林家呢班親戚踏入半步。至於我外母，派架救護車送佢去醫院，醫藥費我俾，當係還佢呢3年借個露台俾我瞓嘅租金。明白，少爺。行出包廂，呈條走廊兩邊企滿咗星耀餐廳嘅高層同侍應，見到我行過，所有人整齊劃一咁彎下腰，呈90度鞠躬，無人敢抬起頭直視我。林夏俾我拖住腳步，有啲虛浮，佢望住眼前呢啲平時高高在上，連預約都要睇面色嘅經理，而家好似傻夫咁企喺兩邊，佢嘅眼神充滿咗迷茫同不真實感。入到專屬嘅觀光電梯，門一合埋，將外面嘅喧鬧徹底隔絕。電梯急速下降，玻璃外面係璀璨嘅維港夜景。林夏終於回過神嚟，佢掙脫咗我隻手，退後咗半步，背脊貼住電梯冰冷嘅玻璃。佢定定咁望住我，眼神入面有震驚，有委屈，仲有一絲我最唔想見到嘅恐懼。葉塵，佢把聲震抖得好犀利。你到底係邊個？呢3年嚟，日日喺屋企洗衫煮飯，俾我媽鬧到狗血淋頭都唔出聲嘅嗰個人，真係你咩？定係話由頭到尾你都只係喺度睇緊我哋一家人嘅笑話？聽到佢咁講，我個心好似俾針拮咗一下咁痛。我行前一步想攬住佢，但佢本能咁縮咗一下。我停低動作，淡咗口氣，語氣無比認真。沙夏，我係葉塵，全球隱形首富葉氏家族嘅唯一繼承人。但係喺你面前，我永遠都係嗰個喺後巷發高燒，俾你用一件羽絨救翻條命嘅窮小子。叮，電梯到達地下大堂，門一打開，外面嘅景象令林夏再次倒抽一口涼氣。成個星耀大廈嘅地下大堂已經被清空，門外一條由幾十架希色勞斯萊斯幻影組成嘅車隊，安靜咁停喺封鎖咗嘅街道上。數以百計住黑西裝嘅頂級保鏢見到我哋行出嚟，齊刷刷咁單膝跪地，恭迎少爺，恭迎少奶奶。震耳欲聾嘅呼喊聲直衝雲霄。李白親自上前為我哋打開最中間嗰架加長版勞斯萊斯幻影嘅車門。車廂入面鋪住純手工嘅波斯地毯，星空頂閃爍住微光。酒櫃入面擺滿咗頂級嘅名酒。我扶住林夏坐入車廂，直到車門關上，車隊雲款啟動，將外面驚呆咗嘅路人目光遠遠彈喺身後。林夏依然處於一種半夢半醒嘅狀態。車廂入面好安靜，只有頂級防彈玻璃隔絕外界噪音後嗰種獨特嘅靜喜。我喺酒櫃度攞出一支年份極佳嘅 Romanée Conti， 倒咗2杯，將其中一杯遞俾林夏。飲啖酒壓下驚，我輕聲講：林夏接過酒杯冇飲，只係死死咁盯住我。點解堂堂一個千億家族嘅繼承人，要跑去我哋呢啲小康之家做上門女婿，仲要受盡3年嘅屈辱？我苦考了一下，挨喺真皮座椅上，慢慢將呢3年嘅秘密講出嚟。我爺爺即係葉家嘅老太爺，係一個極度獨裁又古怪嘅人。葉家嘅財富大到你無法想象。喺呢個家族入面，為咗爭奪繼承權，親情薄過紙，所有人見到嘅都係錢。老太爺唔想我變成一個只識得揮霍嘅二世祖，亦唔想我將來娶一個只係貪圖葉家財產嘅女人。我轉頭望住林夏，眼神變得深邃。所以3年前佢封鎖咗我所有嘅身份同資金，將我掟出街頭，定下咗一個3年紅塵歷練嘅規矩。佢話我要喺最底層摸爬滾打，體驗人情冷暖。如果3年內我能夠揾到一個喺我最落魄、最無用嘅時候，依然肯真心對我嘅人，我先有資格繼承葉家。林夏愣住咗，眼眶慢慢變紅。所以我只係你歷練嘅一個工具，唔係。我一把捉住佢隻手，語氣變得焦急而堅定。哈哈，你從來都唔係工具。嗰個冬天，我喺後巷發緊40度高燒，身無分文，真係差啲死喺嗰度。係
啱啱落更，明明自己都凍到發抖，仲將件羽絨冚俾我，仲偷空咗銀包送我去醫院。你知唔知喺我呢20幾年嘅人生入面，從來未感受過咁純粹嘅善意。我深呼吸咗一啖氣，繼續講。後來你爺爺病重，林家面臨破產，趙海為咗利益柒氣你。我睇住你一個人喺醫院走廊偷偷地喊，嗰一刻我就發誓，我葉陳呢條命係你俾嘅，我一定會護你一世周全。老太爺提出招聚，我毫不猶豫咁應承咗，因為我知道只要捱過呢3年，我就能將全世界最好嘅嘢捧到你面前。呢3年，我幫你洗衫煮飯，受盡你媽同親戚嘅白眼，我從來冇半句怨言，因為我知你喺外面做嘢賺錢養我，你承受嘅壓力比我大10倍，你從來冇嫌棄過我窮，甚至頭先喺包廂面對趙海50萬嘅誘惑同威嚇，你都依然死死護住我。我講到呢度，眼眶都有啲發熱，我將林夏緊緊擁入懷中，感受住佢嘅體溫。哈哈，3年考驗已經結束，我唔係咩廢物墜世，我係你嘅丈夫葉晨。由今日開始，你係葉家嘅當家主母，全世界都冇人可以再蝦你。林夏伏喺我胸口，眼淚終於忍唔住崩堤。佢冚濕咗我件洗到發白嘅豐腴，將呢3年嚟承受嘅委屈、壓力、不甘，全部發洩咗出嚟。車隊平穩咁行駛住，大概過咗半個鐘，勞斯萊斯喺一棟極度奢華嘅半山別墅前停低。呢度係葉氏家族喺本市嘅私人莊園，平時連市長想入嚟都要提前預約。李伯打開車門，我拖住眼眶紅紅嘅林夏落車。就在我哋準備行入別墅嗰陣，一架黑色平治越野車急速駛入莊園，一個黑衣保鏢急步跑落車，雙手捧住一個晶亮剔透嘅水晶盒，恭敬咁行到我面前。少爺，您吩咐嘅嘢已經喺林家嘅垃圾桶入面揾翻出嚟，並且已經進行咗最嚴格嘅消毒同清理。我點點頭，接過個水晶盒。林夏好奇咁望過去，當佢睇清楚水晶盒入面裝住嘅嘢嗰陣，成個人呆住咗。裏面裝住嘅正正係幾個鐘頭之前被蘇紅毫不留情掟落垃圾桶嗰支爛木頭白旗藍沉香髮簪。我打開水晶盒，將嗰支散發住淡淡雅香嘅髮簪攞出嚟，經過打磨，白瓷藍嘅紋理喺月光下顯得特別溫潤。頭先喺包廂李伯講嘅都係真嘅，呢支髮簪係我用一位富豪朋友送嘅頂級白旗藍，花咗30個夜晚親手雕出嚟嘅，市價確實超過1000萬。我望住林夏震驚到講唔出話嘅樣，微微一笑，行到佢身後。我輕輕解開佢綁住頭髮嘅橡筋，一頭烏黑柔順嘅長髮瀑布咁散落嚟。我將嗰支價值連成嘅白旗藍髮簪小心翼翼咁插入佢嘅髮絲之中，淡雅嘅沉香味道瞬間縈繞喺我哋周圍。我行到佢面前，捧起佢嗰張梨花帶雨嘅面龐，喺佢額頭上印下深深嘅一吻。哈哈，生日快樂！呢個先係我真正想俾你嘅驚喜。林夏摸住頭上嗰支髮簪，眼淚再次流咗落嚟，但今次佢嘅嘴角掛住咗最幸福嘅笑容。我哋撳住手，喺2排保鏢嘅鞠躬下，大步踏入咗燈火通明嘅別墅。至於蘇紅同林家嗰班親戚聽日醒來之後會有幾後悔，趙海面臨5億債務會有幾絕望，嗰啲已經唔關我事啦。我只知道我葉陳嘅女人從今以後只配擁有呢個世界上最極致嘅偏愛同尊榮。